约个选兵刃，兵刃在场吗？我看看来。没想到第一个就选择了兵刃跟他对狙。众所周知，兵刃拿捏毁约很多次了，今天也是来看看第一视角。兵刃可是现在的狙神，兵刃不可能输。那我就带你们来看一下第一视角毁约与兵刃的对狙。万万没想到战无不胜的兵刃竟然输了。约个选兵翔宇兄弟，没想到下一个就到我了，可是我还没做好准备，我真的有机会击到毁约吗？为了给兵刃报仇，直接干吧！还是你不是说给我挑一台过来，一场攻枪，3枪还有空枪，3枪还有空枪，妈的鬼！3枪还有空枪，4枪有空枪，我波罗马吉呀！兄弟可以击到我1次了啊！开始，一场空枪，2枪破完，3枪破完。我现在1枪就倒了，难道我真的要没了吗？毁约被我打中了1枪，双方都是1枪倒。